奇妙无比，信心安慰，永远无离，阮地流传，阮330年，着欢喜欢喜满心来感谢，着军队信心的脚印，引领我所看用，谦卑行天路，阮流阮爱顺服，三位一体，一心大自在，受苦难福气，平安自在，愿咱真心真意当好势，求阮旨意，互万人拢知，真谢路。好，那个。
大家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欢喜的日子，因为主耶稣已经过我。若无过我，咱所信的就空空嘛，吼。这个拢知，这是咱的福气啦，吼。4月初2受难这个时阵，耶稣受难，都是咱台湾，咱拢已经拢知影啦，吼。这个太鲁阁号这个大事故。这一人死讯吼，咱有关为着安尼来替因祈祷。这中间教育部有通知讲，迄个阿美总会吼，阿美中会一个体育牧师张武忠牧师因的叶后生张信胜50几岁啦吼伊甲2个囝，拢伫这个车祸事故中间来受处警调。因太太是伫马街淡水病院。来淡水婚姻迄员工啦吼，咱伫主来由咱替这个家庭祈祷。当然，咱也对要为着这51个死失的家族来替祈祷啦吼。咱这时阵要礼拜之前，咱节目师来互咱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搁一摆自执伫你的宝座前，你所赏赐的独生。你的囝儿耶稣，为着阮钉伫十字架顶死，搁过我。伫这个时刻，我们用欢喜的心来庆贺耶稣的过我。总是伫受难日的迄日，侪家庭因为车祸的关系，失去了因至亲的人，阮的心情嘛真沉重。愿主亲身安慰遮所有失去亲人以及受伤的遮个兄弟姊妹，看顾因，顾守因，互因伫即个失事的中间，真正找到盼望。嘛，愿主看顾阮众兄弟姊妹，互阮伫今仔日拍开阮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过我的时，嘛，我会当搁一届领受对你下来稳定甲疼痛。嘛，看顾无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论伊伫倒落，主你犹原用你的圣手扶持、保护、看顾因。愿主亲身引导阮今仔日服侍正当中，无论是圣歌队、诗会、敬拜团，也是所有一切咧服侍的人，拢有愿主你的信心甲因同在，帮助因，互因将因所领受的带来到上帝你的宝座前，互兄弟姊妹注目伫你的身躯顶。互阮会当同心而乐敬拜你，愿主亲身看顾，阮将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引带阮每一人，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喂，大家平安。然后吼，今仔真欢喜，今仔日是耶稣过我的日子吼，就是咱教会纪念耶稣复活的那个纪念主日吼，拍成很华裔，就是感谢神吼，就是带领我们，就是能够来到他的殿中，然后呢，我们可以认识他。
对，但今天是耶稣他复活的日子，但是除了他复活我们要庆祝以外，但是我们也是要继续跟随我们的神哦，让他引领着我们跟随他的脚步，然后继续在这个信仰上，然后成为他的器皿这样子。那我们来唱这首跟脚步。这是一首华语的歌哈，如果会唱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唱。然后我们可以打着跟着那个节奏一起打拍子。你的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再次你的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求给我，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行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的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对的，我们就是不管遇到什么的情况，就是不管是在黑暗谷或者是在暴风当中，就是神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然后让我们能够度过任何一切的困难。下礼拜就是我们教会130周年的纪念，的主日，就是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土地上，已经130周年。但是其实就是希望的是，不只是在这个地上130周年，是能够更久更久。就是就算我们以后不在了，还是会有更多就是还是有其他人能够继续在这个土地上传扬神的话语，然后让更多人来相信他，然后信靠他，让他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对，那就是我们邀请大家就是唱我们教会这次特地为了这个130周年的活动，然后来准备的这首歌《信心跟随》，就是这首是台语歌啦，歹势，因为我讲台语较袂认得，所以我就一直在讲华语吼。那小等邀请大家拢会当坐定来唱这首歌。
上帝管理创造的水，主耶稣救赎，奇妙无比，信心安慰，永远无离，稳定流传，稳383年，着欢喜欢喜诚心来感谢，着军队信心的脚印，着引领爱撒宽容，咸美行天路，温柔忍耐顺服，三位一体，一心大自在，受苦难福气，平安自在，万难尽心，正义当好使，救阮之意，互万人拢知。上帝管理，上帝管理创造的水，主耶稣救赎，奇妙无比，信心安慰，永远无离，稳定流传，稳383年，着欢喜欢喜满心来感谢，着军队信心的脚印，着引领爱撒宽容，谦卑行天路，温柔忍耐顺服，三位一体，一心大自在，受苦难福气，平安自在，万难尽心，正义当好使，救阮之意，互万人拢知，真谢路万代。咱大家会当拢会当尽心，会当像这个歌词一样，我会当尽心尽意来当活塞，会当就是像一家人，像一个肢体一样，然后能够继续在这个道路上，然后来服侍神。对，那我们安静心来预备今天的礼拜。
耶和华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把天头搁生咱，来得到活的愿望，也得到煞食袂败坏、袂烂散、袂衰退的业，为着咱保守伫天里呢。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伫死，甲伊同埋葬，是亲像基督对白的阳光，对死人中搁活，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新歌。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即首诗是：即个饼，即个杯。咱拢捌听过耶稣用献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故事。伫时阵，就是犹太人三甲自即个庆祝搬过节的日子要到啦。耶稣交代伊的学生，伊要甲因三甲过搬过节，也要互因知伊的时要到，伊要甲伊食最后的晚餐。当迄暝因三甲坐倒的时，耶稣对伊的学生讲：“恁着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因为这是我的身躯甲血，为着恁拍破流出的。”这是咱做伙来读，主角是咱的主祷文，咱当掀开咱的周报第5页，
献开了，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即时咱来启应，请咱掀开启应文第63篇。启应文第63篇，记伫咧希伯来书第11章。启应文第63篇，咱做伙来启应。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对神，也必比该允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都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都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咱对也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即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也要来喊受掉，去伫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这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甲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这是咱来吟圣诗第101首，圣诗第101首。救主过我会早起，救主过我会早起，全地报扬欢喜，是咱快乐盘过节，救出老宅的地。咱主基督为因带，对死进入永活。当咱得胜来吟诗，对地上通到天，请咱做伙起立来吟。
请咱做伙压头，咱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要学落你。你是大权能、大主宰的主。你予宇宙照着你的律例来运转，予四季照着你的律例来循环。主，阮感谢你听阮，予阮徛起伫即个地球，予阮徛起伫台湾，会当享受你水的创造，享受你丰盛的供应。主啊，你毋甘阮受罪的压制。伫2000年前，你赏赐阮独生的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来受死，搁活，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互阮得到定头生，亲像花草伫春天通不出新意，经过搁活的欢喜。今仔日是搁活节，阮比平常时搁较期待会当得到圣神来充满。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透放阮心内的艰难。互阮的灵魂得到自由，嘛得到精英，通刚强壮大，欢喜搁较拍拼来传福音，会当互较侪人甲阮共款，来领受主你搁活性命定头生的平安甲欢喜。主啊，阮感谢你特别看顾照顾台湾，保全台湾伫即届疫情中到今也搁安宁徛在。主啊，阮求主你怜悯即个全世界的人。赏赐防治甲医治的智慧，互有效的疫苗甲治疗的方式紧紧来发挥来效果，互阮较紧赢过即款病毒的威胁。伫即个气候变迁的时，台湾咧欢喜风台拢袂入来时，嘛发现原来风台无入来，阮就有缺水的危机。主啊，祈求你赏赐阮拄啊好的天气。互阮有够个雨水，但是袂受到风台甲歹天的威胁。求主你搁一届大刀来祝福阮台湾即块土地。主啊，阮即时嘛真正哩艰苦心，为着伫受难日早起，大地的408车厝来排练的事故来祈祷。主啊，阮都已经遮尔白目，求主你特别来安慰遐个罹难的列车的驾驶员。甲遐个罹难的乘客的家属，主啊，遐个死实的求主你引带因到去天堂。遐个活伫即个世界的家属，求主你来呼召，搁较侪教会会友，搁较侪台湾人，用温柔来安慰，陪伴因紧紧来行出伤心甲自责。嘛求主你来赏赐医治的大能，互受伤的紧紧得到医好。袂留下迄个恶淡长的后遗症，嘛求主来赏赐规个台湾有安稳甲平安。求主你特别赏赐智慧甲勇气，互政府相关的部门会当伫顺序中来点出有效的救援、医疗甲支持系统的整合，有勇气来承担责任，来检讨过失。即个时嘛求主你。互阮全民会当同心，积极来面对，来代替互相的攻击。特别阮为着花莲地区的病院来祈祷，求主你坚固花莲地区的医疗人员，加添因心力甲气力。当即个世界因为中国甲美国贸易的战争不安的时，主啊，阮特别将台湾伫即个中间的处境带到你的面头前，求主你来掌管。赏赐阮和解的稳定甲智慧，互全世界的人会当看重圣神的果子，搁较赢过看重和平甲公义，搁较赢过自私自利的经济利益。伫即个当时，我嘛要为着香港的自治、新疆的人权，甲缅甸人民的呼救来祈祷。主啊，求主你怜悯因、看顾因，求主你兴起搁较侪教会。搁较侪有理念的人，积极勇敢为着因来发声，压制这野心者的侵略甲扩展。主啊，阮感谢你，赏赐阮伫130年前，你著呼召我的先祖伫文山教会，伫文山即个地区徛起，来建立文山教会。主啊，求主你，互阮的会友会当搁较同心，来行合伫你旨意的事。
互你的国行伫地上，行伫文山教会，咱亲像行伫天顶。主啊，我嘛特别为着即个筹备下礼拜的130周年感恩礼拜，甲考神界牧师的就任礼拜的即个会友，甲阮的同工，求主你特别纪念因为着你所做的。我嘛伫遮特别纪念遐个肉体软正的，求主你引带想赐医治，互因嘛想主心力，互照顾因的人。主啊，阮感谢你来听阮安尼的祈祷，感谢你，互阮有份伫你的国度内底。阮要将安尼的荣光归互你，感谢你听阮祈祷，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咱做伙来读咱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第11节。咱若准备好，我来读。兄弟啊，我互恁知，我前所传互恁的福音，恁所承受、所我靠来徛地的。恁若接受我所传互恁福音的道理，也毋是空空实，就对即个得救。因我所受来传互恁的第一，就是基督为着咱的罪死，照圣经所记载。搁有埋葬第三日搁活，也照圣经所记载，有出现互基法看见，搁出现互12个使徒看见，搁一摆出现互500外个兄弟同时看见，其中大半犹直直，若是有个已经困去。搁一摆出现互雅各看见，搁一摆出现互拢总的使徒看见，上落尾也出现互我看见。我是亲像未到月来生的，因为我是使徒的姊妹婿，未堪得称做使徒，因为我捌捆着上帝教会。总是我当诚做这顶号的人，是对上帝恩才有。搁伊所赏赐我的恩，毋是空空。若是我比因众人较着磨，其实毋是我，是上帝恩甲我伫地。安尼，无论是我还是因，我毋安尼传，我毋安尼传，恁毋安尼信。以上，即是咱搁请献歌队来献诗，因刷落来要献2首诗。第一首是《伫半暝》，第二首是《着将伊钉伫十字架》。伫迄个头一个圣餐以前，耶稣讲：“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总是无人敢相信，因拢确信耶稣神圣的信息。”因也拢将因的人生忠心献予基督，总是有一个人信心无坚定，就是耶稣互即个甲伊坐倒、佮啉杯的人出卖啦。食晚餐以后，耶稣平静甲伊的学生讲，因也要出卖伊，要亲像牧者受抬以后，羊群四散逃走。学生拢轻声讲，因毋信。然后耶稣因保证讲，这事以后，我会搁活，也要比恁较大先到伫加利利。后来耶稣到伫客西马尼园祈祷，当伊祈祷的时，伊吩咐伊的学生警醒听候。总是有2届，当耶稣最需要因的支持的时，学生却困去了。
耶稣就出去，到伫上上去的橄榄山，学生也对伊去。伊就离开学生，去到伫约略有迄一粒石头远的所在，伫遐祈祷讲：爸啊，你万事拢会，愿你互这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的旨意来行。就伫园内，犹太军阀禁耶稣，这是犹太甲罗马兵丁约好的记号。当犹太禁耶稣了后，兵丁就进前将耶稣掠去，所有学生惊吓四散。这个事拢是要应验先知所记载的话，只有彼得对远对伊。咪伫这石头院内坐斜野的中间，亲目伫看这石头甲长老找假干净攻击耶稣。天光的时，耶稣被因带到总督彼拉多的面前。彼拉多往大阵的人群问讲：恁爱我放耶稣，也是巴拉巴？众人话讲：巴拉巴，巴拉巴。彼拉多阁问讲：安尼？我要怎样办耶稣啊？众人搁较大声话讲，将伊钉死，将伊钉伫十字架。彼拉多就捧水伫众人的面前洗手讲：这个义人的血，我无罪。众人大声喊话，就将伊钉十字架。因就对伊配烂，搁彼人啼笑讲：来看犹太人的王。
因希人耶稣了后，就将紫色的袍脱起来，佮将伊家己的衫甲伊穿落去，就带伊出去，要将伊钉伫十字架。这是咱要请咱的牧师柯显凯牧师为着咱来讲道。今仔日要讲道的题目是“持守所传的福音”。持守所传的福音。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伫你的面前，阮真感谢你。伫受难过了后，就是救我。你予阮有份参与伫你的救我的内面。愿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明白了解你救我的意义，正做阮伫阮的生活中来实践，来互人明白了解主耶稣你牺牲的疼。恳求主开阮的心，帮助阮，互阮会当听到你的话语，互阮会当领受你的祝福。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教会的节期，咱拢知，对今仔日开始是过活节，到年底有圣诞节，伫拜五时，咱是受难的礼拜。总是伫这几个节期内面，过活节是咱真欢喜的日子，圣诞节嘛是咱欢喜迎接耶稣的诞生。总是伫过活节这所有节期内面，上帝要对咱讲什么款的话呢？受难了后，咱要带着盼望，咱要迎接过活的时，其实这个是一个无简单的事。特别伫咱知拜五的时发生这个车祸，咱要安怎伫这个真正的受难的中间，抱着一个盼望，然后咱伫今仔日要有一个过活的生命呢？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咱的圣歌队伫每个节期的中间，伊拢真用心来备办，要互咱伫因的引带的内面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当因备办用心的锻炼的时，我想因所引带咱，互咱的心嘛随咧震动以外，嘛互咱咧迎接这个节期的时，互咱有搁较侪的思考。我要问的问题是：伫现代，咱敢有看见？你敢有看到耶稣的救我吗？你敢有看到耶稣伫早时迄阵的救我的情景吗？那呢，救我节对咱的意义是甚么呢？耶稣的救我对咱每一个人的意义，咱的信仰有甚么款的帮助吗？了后，要问的是，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中，将咱所领受的这个救活节、耶稣的救活，向人来说明呢？我想这是值得咱来思考的一寡问题。对于拄啊圣歌队带咱的歌声的内面，咱当听到伫搬过节的时阵，耶稣甲学生做伙食搬过节的上尾的晚餐。伫即个中间，嘛
嘛发生一寡的代志。当耶稣为学生洗脚的时，有一位学生彼得讲：“主，你毋通为我洗脚。”耶稣就对伊讲：“我若今仔日无为你洗脚，那你就甲我无关系啊。”彼得听了后，伊明白，所以耶稣讲：“安尼连我的头、我的手拢总来洗。”伊要甲主耶稣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耶稣去到客西马尼园咧祈祷的时，其实迄阵伊感受到伊的心情忧伤，低到要死。所以伊甲学生讲：“你会当较警醒一点啊无？恁来帮助我。”总是学生因无法度，因困去啊。耶稣真艰苦，了后受掠，互总督毕拉多判死刑。毕拉多佫讲：“这甲我无关系，这是恁爱负责任的。”判死刑了后，耶稣背着十字架，行往各各他的山顶。一路顶面，伊已经受拍，伊身躯顶有伤痕，伊头壳滴着迄个纸皮做的面流，伊的血擦擦顶流在涂骹顶面。伊无法度搁行，总是悠然一步一步坚定行往迄个各各他的山顶。耶稣死啊！有一位叫做约瑟的来将耶稣的身体提去，该放伫伊被办的坟墓的内面。了后，天不光的时，有一群妇女人带着因所准备食的香料，要来安葬耶稣，却看见耶稣的身躯无去啊！因真惊吓，因惊吓是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到底耶稣的身体是去倒位啊？因去问学生讲，学生嘛无明白。虽然伊嘛去到坟墓内面看袂到耶稣，总是因抱着一个真怀疑的态度，就转去厝的啊。耶稣去倒位啊？我想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第三日过活，而且显现互侪侪人看见。因互伊看见，嘛显明伫伊身躯顶遐的伤痕。伊的手顶面所钉的伤痕，互多马看见了后，多马相信啊，咧证明伊已经对死阁过活。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面，保罗要对哥林多教会阁一解会教导，因为伫一开始的第一节，保罗讲：“我知。”我前所传互恁的福音，恁所承受的是我靠来徛在的。保罗讲的这个福音，咱会当讲伊是一个好的消息。通常咱讲好消息，会讲到可能你的囝、你的孙考到一间真好的学校，咱讲迄个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你去应征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袂歹。你嘛要去迄个公司上班啊？这个嘛是算一个好消息。总是伫当时，好消息是代表着王派军队出去，去到头前去烧台，然后台赢了后，头前的指挥官派一个传令兵，转去到城内面报即个台赢的好消息。今仔日对咱来讲，什么是好消息呢？对咱来讲，耶稣大赢死亡，耶稣赢过这个死亡的关系，伊对死内面佫过活的这个信息，互咱对未来有盼望，这个就是好消息。我想保罗要佫一解，甲遮个哥林多教会的会友提醒的是。
恁爱了解我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甚物。所以保罗伊所传的福音，伫咱今仔日所读经文的内面，伊有讲到，讲第一，照着圣经的记载，是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的，而且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活。保罗要表明的是，这是我早前所传予恁的，这个真重要，毋是我家己讲的，是对圣经所记载的。保罗早前伊是真伫旧约的内面的圣经，伊读较真熟，所以伊真明白今仔日伊所要传的这个，毋是干那看到尔，伊要传的是对旧约圣经内面早就有言甲记载的事。伊讲这是对圣经来的。第二个，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讲是属伫基督的。伫基督证人要得到过活，什么是属伫基督的？就是咱所有来相信基督成做咱性命救主的人，相信耶稣是咱性命的帮助的人。那呢，伫耶稣的内面，咱要得到过活。所以保罗提出这两点来劝勉哥林多教会讲：第一，咱是照着圣经来甲恁讲的；第二，是因为基督为着咱死的这个部分，咱每一个人拢属伫伊，所以咱会当甲基督做伙来过活。但是这个过活毋是肉体过活，这个过活是带着一个毋望的过活，因为伫迄个时阵，哥林多教会有出现另外一种福音的声。所以保罗要互遮个正信徒会当明白了解，所以搁一届来提醒因。保罗要坚固因的信心，无要互因走偏去，因为伊所传的是一个过活的信息。咱文山教会已经130年啊，那呢，咱所信的是甚物呢？咱这个时刻，咱所信的，甲咱的祖先所信的，敢有共款呢？伫咱每一个世代内面，咱每一代一代咧传落去的时，咱所信的，敢有共款呢？那看咱教会历史的内面，虽然咱有经过纷争，咱有经过侪的考验，总是咱所信的，敢有共款呢？我认为信仰是会当传承的，总是无法度遗传。有人讲，牧师，你的囝甲你生了足共的，外形甲你足共的，这是遗传。总是我无法度讲，我的信仰甲伊的信仰甲我的信仰是共款的，因为信仰是需要伊家己来相信的，是伊家己个人的代志。那亲像咱伫运动场顶面咧跑走的时阵，顶一辈人将即个信仰的即个棍子要交落来的时阵，要承接的即个人，伊要有共款的信心的时阵，伊才有法度将即个信仰接落来。即个部分，我伫咱教会内面看见足侪人拢有接到即个信仰的传承。那呢，咱要将即个信仰继续传承落去的时阵，咱爱传讲的是甚物呢？咱传讲的就真重要啊！咱要安怎互人会当明白了解咱所信的呢？第15章第5节到第6节，当耶稣过活了后，伊出现互基法看见，就是伊的门徒。伊嘛出现互12个使徒看见，而且保罗佫讲，伊佫有一届出现互500外个兄弟看见，代表耶稣的过活，毋是干那有使徒看见尔，还佫有真侪人拢有看见。保罗讲，有个人
看见因即摆佫伫地，有的人已经困去啊。即个困去是讲，伊已经伫主耶稣的身躯边，伫天堂啊。这是保罗咧描写人去到上帝遐，伊常常用的困去的即个事。然后保罗讲，佫一摆互雅各看见，佫一摆互朗总的使徒看见。伊讲上尾嘛，互我看见啊。总是我才拄信无偌久，我亲像拄出生的婴仔共款。总是我有即个福气，上帝互我看见耶稣的救我。所以讲，上帝互真侪人看见耶稣已经救我了。耶稣为咱的罪受定伫十字架顶，伫今仔日伊救我赢过死亡。这是伫咱的信仰中间真重要的一个价值。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世界会有苦难，咱想象袂到，伫拜五的早时，一个年假的开始，发生即个车祸，死亡就临到即群人的身躯顶。总是耶稣已经赢过世界啊！耶稣赢过这个世界，互咱有平安，互咱咧面对死亡的时阵，咱袂阁惊吓，咱的心内有平安。死亡其实离咱真近，时时刻刻咧威胁咱。咱毋知伫当时，咱真正会甲死亡面对面。总是咱心中有平安，咱毋惊，因为耶稣已经救我。所以救我的意义对咱非常的重要，互咱的每一个人心内有平安，有一个信靠。咱真坚定讲，知影讲，当死亡来临的时阵，咱要伫上帝遐救我，咱要伫上帝遐过一个好佮水的一个生活。耶稣救我的意义，我想第一个是咱甲上帝会当结连。当咱人犯罪了后，咱甲上帝中间就无法度直接做一个结连啊。耶稣伫十字架顶，伊讲成了后，迄个圣殿中间的帐幕就离开啊，互咱甲上帝会当直接结连做伙，互咱会当直接甲上帝沟通，互咱会当直接领受到对上帝遐来稳定甲疼痛。咱甲上帝结连，咱亲像过去无法度做伙。即马会当甲互上帝的手来牵咱的手。第二个，我想咱毋惊死亡，因为咱对未来有盼望。即个盼望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咱知咱要去的所在是一个好的所在，咱心中有平安。耶稣甲咱讲。伊所享受的平安，毋是人会当互咱的，所以咱心中有迄个平安，咱毋免惊吓，咱嘛毋免去惊死亡来威胁着咱。咱对未来有真正的盼望，咱知即个盼望嘛毋是人互咱的，是上帝所享受的恩典。保罗伫第9节内面安尼讲。因为我是使徒中至微细，毋较称作使徒，因为伊捌屈着上帝的教诲。伊过去是一个屈着上帝追杀者信徒的人，总是上帝恩典，可以当成做极好的人物，就是咧传扬上帝福音的信息的人。伊讲这是对上帝遐来恩典。伊讲我比别人搁较着我，我比别人搁较努力，因为毋是我要安尼做，是因为上帝阮甲我做伙，我必须要安尼来宣扬。讲所以无论是我也是因，阮安尼咧传，恁嘛安尼咧信。即个因是讲所有的使徒，那现代来讲是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爱去传。
互人会当信。咱要传什么？咱要传讲上帝伫十字架顶面救恩的信息。咱要传讲的是耶稣救活的信息。咱要传讲的是上帝疼世间人的信息。咱会当传讲的真多。那呢，咱要伫生活中人来诉说你所领受的，以及耶稣救活的信息呢？就是将你所领受的救赎的恩典，人来诉说。礼拜五受难礼拜的暗暝，我有讲一个故事，我想伫遮我要阁讲一解。大约伫18年前、17、18年前，有一个姊妹，伫迄个时阵，伊的一个真亲的阿姨得到肺癌，过不了偌久。伊的爸爸嘛得到癌症，伫迄个时阵，伊就真白白。伫几个兄弟姊妹中间，伊就讲我来照顾。伊用家己的方式来照顾，所以伊真尽心。伫每一届门诊的中间，医生所交代的话，伊拢用一个手指谱甲记落来。然后几点食药啊？几分食药啊？食偌济药啊？食啥物款的食物？一笔一笔拢记落来。伊真烦恼讲，若有倒一项落狗去的时阵，要安怎？然后一天过一天，上尾伊阿姨甲伊的爸爸去到安宁病房。伫安宁病房内面。遐医生所交代每一项代志，伊拢甲记落来。伊将即个责任放伫伊的身躯顶。毋那是安尼，伊阁烦恼讲，伊的兄弟姊妹会安怎看待伊咧照顾遮个病人？总是人无法度赢过即个癌症，人犹原要面对着死亡。等于两个亲人过身了后。伊心内真艰苦，伊一直讲我是倒位做无好，我是倒一点无做到。而且迄时阵，伊伫民间宗教的内面，咧念遐个经文，伊咧想我爱念偌济，因才有法度去到所谓的天堂的内面，伊毋知，所以伊就真烦恼。有一天。上帝带伊来到教会，迄天就是受难礼拜。伫迄个暗暝的中间，伊听到有一个人，甲伊完全无熟悉，但是愿意为着咱所有人的罪，以及咱所有人的过失，以及咱所有人的烦恼，钉伫十字架顶牺牲。伫迄个时阵，伊雄雄就逃放去啊！伊知影未来伫倒位。伫迄个时阵，上帝将耶稣救赎的恩典放伫伊的心内。虽然生活犹原爱过，虽然生活犹原咧面对真济困难甲挑战，总是伊知伊无孤单。因为有上帝、有耶稣、有信心甲伊同在，帮助伊经过每一届的艰难甲脱崖。所以即马伊讲，我爱传福音，特别是伊厝内底的人拢也未明白耶稣，所以伊真积极要来传福音，因为伊相信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因为伊相信一届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各位兄弟姊妹，保罗伫第2节甲咱讲，你若接受我所传导恁的福音的道理，也毋是空空信，就对即个得救。持守所传的福音，那呢？咱每一代若会当真忠实咧诉说救恩的信息的时阵，即个毋那是长老、牧师、执事的责任，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你要安怎将你得救、
你的救恩的故事，忠实人来诉说呢？好消息就会传到每一个世代内面。好消息来帮助人更较明白上帝，为主做见证。这是咱基督徒会当来回应上帝的行动。李登辉总统捌做这本册为主做见证，有可能咱无法度亲像李总统安尼写一本册，总是咱会当将你真实的领受，将伊记录落来，放伫咱130周年的纪念刊中间。这是留落一个资料，嘛会当用这个来向人诉说你安怎甲上帝相处。无论你是自细汉伫这个教会大汉，自细汉就认捌耶稣基督，也是你后来再来认捌的。牧师，我相信，伫你的生命中间，一定有甲上帝相处、明白了解上帝救恩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写落来，真做咱130周年的一日纪念，嘛真做咱会当传福音的资料。过偌济，毋是伫咱内底欢喜快乐尔，过偌济是一个行动的责任，是爱咱行出去，毋是干那伫内底尔。咱毋是干那去分享遐过外的软尔，毋是。咱除了分享以外，咱还去分享耶稣基督伫你生命中的作为。你有改变无？这个改变毋是靠咱人家己改变的，这个改变是因为你经历过耶稣过外的救恩，互你重新搁一届的经历。那呢，你就用这个故事去甲人分享。我相信福音的种子就会伫伊的内面，互伊领受到迄个美好的结果。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听阮，你保护阮，你看顾阮，互阮真做你的囝儿。伫过偌济个今仔日，是一个开始，开始阮用行动来回应你对阮的听，开始来实践你交托阮的大使命，开始用阮本身的故事来向人来分享，开始将这个正确的福音的信息传达给每一个世代。愿主帮助阮，看顾阮，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搁请信歌队为着咱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今日搁活》，今日搁活。哈利路
咱搁做伙来吟诗，圣诗第136首。耶稣做咱牧者，圣诗第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顾咱拢无害。好伫伊的行前，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对伊，我靠伊带路。无论是经过旷野，也是伫草坡，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较济，这是咱三九来奉献。奉献是为着基督徒为着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若是你还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毋免来勉强来奉献。
请坐，伫袂报告的大声，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即伫咱的周报第2面，今仔日的金句，咱掀开，咱做伙来读，咱来读2摆。安尼，无论是我，还是因，我毋安尼传，你毋安尼信。哥林多前书15章11节。安尼，无论是我，也是因，我毋安尼传，你毋安尼信。哥林多前书15章11节。好，这是我来报告。咱来分开周报第3面，咱先讲分担。的主日领唱是敬拜团，司礼是柯关成主事，司琴是张仁芳主事，司琴张仁芳主事，献诗是主日2，司献是齐家温主事甲罗文如主事，交台是罗文如、张建团主事甲林春浩长老，音控是李尔博甲执事甲张庆传执事。刚个经理是咱柯成凯牧师，过来咱的顶周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咱是有出入，才咱咱的会计，还是财务来竞争。过来咱看下周的聚会内容，拜三查经祈祷会，咱的题目是互国外的性命伫教会来展现，咱的主理是黄中健的传教师，佮咱的司会是陈定辉长老。咱下一礼拜主日礼拜题目是真正相信。圣经是约翰福音20章19节至31节，请咱伫厝内时会当先来看，先来研读来准备下一礼拜的聚会。过来，咱来掀开咱的周报的第6面消息，咱教会消息的报告。今仔是国语节，国语节联合家庭节合叫做国语节联合礼拜。本主日是礼拜煞，请咱各位得到1楼的出口来领取咱国语节的感恩纪念的卵。过来，咱第2点，咱考成甲牧师就任甲说教130周年感恩礼拜。下主日就是咱4月11下晡的3点半，要举行本会考成甲牧师就任甲说教130周年感恩的礼拜。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嘛，做伙招你的厝边隔壁你的亲朋好友来做伙来见证咱130周年即个感恩。后礼拜咱本会的兄弟请到咱的地学室，佮也是咱的旧堂来西约，甲咱咧唱纪念歌的唱时，请咱到2楼做伙甲牧师来西约。过来迄天，下主日中昼时是有准备爱餐，请咱伫个早起礼拜煞会当留落来做伙来用餐。佮有咱第3点，咱130周年的纪念歌来练唱。拄则咱已经有开始唱着一届啊吼，咱伫个礼拜前甲礼拜后拢安排要练唱。即届咱所新创的为着咱130周年的歌是信心军队的纪念歌。咱请兄弟姊妹来拢做伙来练唱，拢家己唱好熟悉安尼吼。第4点，请恁教配互咱10年后的教会130周年活动，其中有一个是要写配互10年后的教会。若是大家愿意，也会送写互其他的人。请伫咧4月11上尾啊收集所有的明信片了后，咱就要去邮局来寄。收批的地址是伫咧要收大家的明信片的所在是1楼的咖啡座迄个柜仔馆顶。未来收件的日期是2031年2月28。望伫个140周年时，大家会当看到。咱伫个10年前，就是今仔日即个礼拜，咱写互家己，还是寄互别人的批，咱会当来检视着咱是毋是已经达到咱的愿望。搁咱第5点，主日礼拜领唱的同工来邀请，欢迎有感动会当加入的兄弟做伙来加入领唱的服侍。若是有意愿的，会当咱礼拜组运营长老来报名。第6点，咱的圣工顺风表已经安排好，请咱有参加服侍的同工，会当伫礼拜煞到1楼柜台去领取。搁有咱的进前有登记130周年的纪念服。
请咱有登记有购买的，伫即个礼拜煞会当去柜台找迄赖文如执事甲赖秀如的姊妹来领取。主日学的应该是较煞尾才会到，才会当领取吼。过来伫8点，咱有130周年的纪念日，本会会友拢会使领取2支，伫个记礼拜煞，就是今仔日的礼拜煞。嘛，请兄弟姊妹会当去1楼领取，领衫、领笔拢伫咧1楼，只是吼，请咱会当煞接来领。搁有咱的第9点，旧唐文化资产的维护小组的会议，要伫咧本主日礼拜煞来召开，请咱有都爱参加会议的人，会当讲来老婆来参与的会议。搁有咱的130周年有真济配合的活动。伫咱教会，伫咱周报台内面，请咱会当来家己来看，那会当做来参与。佮有即个时间嘛，特别为着咱软正的肢体来祈祷，求主来医治。咱的杨天凤老师、张玉妮兄弟、张金林兄弟、陈千惠姊妹、张彩玉姊妹、黄祖贵，系啊，兄弟也是姊妹。哈，敬请省略，安尼好啊。兄弟杨祖贵兄弟、黄春燕姊妹、萧金菊姊妹、张国兄弟、张玉冠兄弟、江吴淑敏姊妹、张陈秀美姊妹、甲陈林丽卿姊妹，请咱特别伫咱的周间的礼拜周间的祈祷的时，特别来提名来纪念，来求主来医治这人，嘛求主特别赏赐高家的快乐，互照顾因的厝邻的人。以上，佮有毋知有今仔日。第1届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聚会，兄弟姊妹，咱请咱交台来介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咱做伙来欢迎。头一个要介绍的是陈柏志牧师专家，那请因去入场。伊是科牧师介绍。但别这牧师是即马伫美国拉斯维加斯咧牧会，牧师也即马休困，转来到台湾，特别阮进前嘛做伙伫迦南教会同工服侍，所以真欢迎今仔日来甲咱做伙礼拜。刷来要介绍的是方志伟兄弟，伊是杨天放老师介绍的。欢迎，欢迎。好，咱即时来唱上煞尾的圣诗第1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唱煞时，请咱靠成泰牧师来作答。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救赎的国我的活命，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请坐，咱做伙来唱这条《信心军队》。咱彼此请安，今日礼拜到这个所在。